来看，伫咧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创作出来的原英歌归香港，拜三去互香港的上诉法院裁定做禁歌，是香港主权交转去互中国了后的头一条禁歌。伫台湾的香港人因对这款的结果是感觉讲无讲介意以外，因是烦恼讲未来伫咧香港这款的限制会愈来愈多，赶快受到独裁压迫。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性歌曲《原英歌归香港》，拜三去互香港上诉法院以正做破坏国家安全的武器做理由，批准香港政府提出的禁制令，将这条歌裁定做禁歌。这也是1997年香港主权回中国了后头一条封禁的歌。伫台湾生活的香港青年表示，因对这个结果无讲介意外，因为用过也有真侪类似这款限制的咧。不管是用法律禁止，也是点点啊禁止，未来敢若会愈来愈多。歌曲也不是单一的案件，因为其实香港政府过去也是可能在图书馆里面下架任何的跟中国坏话或者是跟抗争相关的书籍，可能就不会用直接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的案例接下来会不断的发生。香港变声青年是一个由伫台湾生活的香港人所发起的团体，因一直拢真关心香港的状况。目前这条歌伫香港的网络顶还阁看会到，不过香港政府当咧互网络平台压力，要求甲摕落来。台湾香港协会认为，准讲网络平台有影照做，以后无的确也甲台湾、香港甚至全球对中国不利的歌曲撤掉，绝对要阻挡这款代志的发生。YouTube 配合的话，今天配合愿荣光归香港。以后会不会禁止岛屿天光？会不会禁止所有其他台湾、香港、全世界那些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歌曲？我怕的一个结果是，谷歌不会把这个拿掉，但会自己建造一个网络长城，就让在香港的人看不到。那就等于一个升级的独裁了。台湾香港协会表示，真侪无伫香港的香港人，拢一直有咧宣传这条歌。即卖禁制令敢若规范香港境内，准讲以后政府去立一个血外效力的新法，会变做一件真恐怖的代志。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